大家好，我係何輝，大家估唔估到我喺邊度啦？後面有個藝術品，哇！你睇下幾長呢個藝術品，相當之精彩啊！其實呢，一轉身就可能估到噶啦，因為呢就，佢係啦，又喺呢個高鐵站啊，咁就當然過去周中相當熱鬧啦，咁好多比賽都相當之精彩啊！咁當中譬如話阿仙奴對淘汰皇家馬德里啦，咁亦都贊同阿卡洛安察洛提講嘅嘢，即係話恭喜阿仙奴啦，因為無論速率啊兩個回合嘅節奏嘅表現呢，都係呢就係阿仙奴晉級呢都係值得嘅。咁整體嚟講，其實就依家四強產生咗啦。咁其實入到去淘汰賽階段已經Champions League 歐洲聯賽冠軍杯就冇易踢嘅波啦，呢個係非常之肯定啊。咁嚟到四強更加呢，就同賽前即係話去到淘汰賽階段嘅時候嘅演進嘅諗法差唔多啦，特別當然今季巴黎聖日耳門入四強，個人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嘅。咁英超以為冇啦，點知呢有阿仙奴呢就衝到四強，咁睇下最後嘅情況係點啦。咁另外大家可能一定會知道啊，咁就喺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啦，自己都喺香港呢邊做直播啦。非常之戲劇性神奇嘅賽事，講都冇人信咁滯㗎。兩回合2-2，總比數係4-4啊，已經8個入球啦。咁但係估唔到入到去加時嘅階段啦，就里昂係你睇到入到呢場嘅比數去到4-2嘅時候呢，就即係好似贏咗，哇！啲好世界盃 feel 啊！咁啊諗翻啲譬如82年嘅世界盃啊等等啦，咁一諗起82年世界盃又有少少聯繫啊，一陣間先講。咁當時都係嗰句啦，嗱好多人話曼聯嗰個慣性走翻出嚟，咁當然其實一路以嚟佢哋球隊嘅上下教練團隊球員嘅努力其實冇變嘅，其實個鬥志都係強嘅，只不過足球並唔係淨係呢幾樣嘢啦，有好多嘅環節呢係一定要你保持一個好先進啊，同埋好強啊，好有競爭力咧，先至令到成隊波嘅 First Team 一隊最後呢個產物呢係做得好嘅。咁呢點其實佢哋球會知啊，咁啊可能好多普羅球迷淨係會較為注意呢，就係邊個教邊個踢嗰個部分啊。咁4-2嘅時候，其實就可能有啲觀眾會覺得都係冇機會啦，同99年嗰次對拜仁慕尼黑喺 New Camp 係一樣啊，即係話講緊歐洲冠軍嘅爭奪戰，睇落冇㗎啦，臨尾保時啦，都最多都係加時啫咁啊。點知好快又追一球，好快又追一球，最後就Harry Maguire 亦都好精彩咁啦。其實佢已經抽筋又好明顯啦。咁結果都係曼聯咧非常戲劇性咁咧，喺最尾10分鐘裏邊連入3球咧就反勝里昂。咁兩回合合計總共應該係13個入球。咁我喺直播裏面都講啊，無論結果係點樣，都要向兩隊致敬啦。同埋任何體育運動比賽都係嘅咩？如果賽車就過我哋叫過格仔旗啦，行裏邊。咁如果你話任何嘅球類比賽都係未去到完場、未輸決勝嗰一分，嗰個賽點、長點、Championship Point 等等咧，你都唔好諗住一定會係點。呢個概念永遠都係即係努力到尾，永遠都係正確嘅，永遠都正確嘅。咁啊，逢親一啲可能較灰啊、較為放棄嘅諗法咧，其實咧可能呢啲咁嘅情況1萬次出現唔到一次，但係你一定要好努力，呢種情況唔好放棄，呢種情況先至有機會出現咯。咁另外就另外嘅比賽熱刺晉級唔知算唔算冷門啦？淘汰法蘭克福。咁此外仲有就係Conference League 嗰邊就係車路士亦都能夠咧係晉級啦。咁此外仲有拉素就相當特別啦，因為佢哋第一回合真係踢得相當之差嘅，第二回合就贏2-0。咁但係結果個情況都唔理想嘅，咁對波嘅飄忽度係好高嘅。咁意大利嗰邊就睇下咩情況呢？因為近年佢哋的而且確啊，你話論到經濟嘅，你睇近排經濟新聞，佢哋可能都比較希望主動爭取啲乜嘢咁樣，諸如此類嗰啲事情。翻去足球呢，就話你經濟唔好啊，資源啲球會未必好多啊，俱樂部未必好多啊，呢啲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嚟嘅。咁睇下會唔會有啲改變喺意甲嗰度啦嚇，有好多人話條例令到好多出色嘅球員未必去嗰度，但係問題係嗰度根本俾到球員嘅待遇啊、薪酬啊、成個聯賽嗰個發展呢，其實都同依家你最頂尖嘅講緊嘅係英超啦、西甲啦嚇、甚至乎可能去到德甲啊、個別法甲嘅球隊啊等等呢，其實佢哋都唔算話好突出嘅。
但係國際米蘭入到4強都係唔出奇啦。咁今季其實意甲有啲球隊嘅競爭力都相當之唔錯嘅。國際米蘭其中一隊啦。咁另外拿波利其實亦都係唔錯啦。咁啊，雖然佢哋就可能，如果你話要Champions League 可能要下季咧，睇下佢嘅闖蕩係點樣。嚟緊嘅週末都好多嘢啊！咁啊一級方程式嘅背靠背啊嚇咁啊！如果畫出嚟唔知點畫咧，OK 背靠變咗三角形啊，可能 OK 就會去到沙特啊咁啊瘋狂快嘅賽道，咁好多車隊話亦都明顯有升級嘅。咁升級嘅狀況會係點呢？咁就真係要睇練習開始要觀察。咁我整體上面就希望大家有好嘅週末啦。雖然天氣唔係幾好，咁同埋仲有唔少地方就其實係放假嘅，其實係進入公眾假期。咁啊，另外去到當然遲啲亦都有啲假期會出現啊。咁希望大家享受其中啦。雖然天氣就可能喺大灣區有啲落雨啊等等，咁但係就都好繁忙啊。因為今日喺我依家大家知道身處高鐵站啦，晏晝傍晚已經係冇咁多人嘅，朝早就非常多人嘅。慢慢都會係又翻去咧，就做呢個F1嘅比賽等等啦。咁希望大家享受其中啦。咁啊，歐洲嘅比賽咧，就歐洲3大杯賽足球上面就已經進入對到4強。咁另外仲有喺澳門啦，打緊呢個世界盃嘅乒乓球啦。其實嗰種嘅情況仍然出現嘅，即係個別嘅球員打完呢，就球場裏邊90%嘅觀眾走咗。咁啊，同埋仲有就係呢個係你可以話行內一種嘅慣性禮儀或者尊重啦，就係當個比數贏到好大嘅時候呢，其實就算打個球員可能都會比較沉靜嘅，即係因為依家打11分，你贏到7-0、8-0、9-0嗰陣時呢，其實都會比較沉靜嘅。咁如果你話觀眾喺咁嘅比數嘅情況之下好大反應嘅話呢，咁除非真係去到奧運啊、世錦啊、世界盃決賽最尾嗰局啦，否則嘅話其實呢種情況都可以係更加好啲、更加 respectful 嘅情況嘅。咁呢啲都係有待慢慢學習啦、演進啦、改變同埋進步啊。咁啊，今日咧就喺高鐵站咧就同大家啦做呢個視頻，咁又係睇翻呢個好正嘅建築，的確係相當之宏偉嘅。咁下次嘅視頻啦，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